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请让我们安静心，让我们跟随着神的话语，开始。在圣殿中，普天下地人，在主面前都应当肃静，肃静，肃静。应当肃静。阿门。请听上帝的话语。感谢上帝，使我们能够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让我们同心合一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你垂怜。当我们因为疫症而焦躁不安的时候，让我们相信，无论我们在哪里，你就在我们的身边看护着我们。让你完全的爱，把我们心中的恐惧除去，让我们刚强壮胆，也让我们的心默默无声，专心的等候你，因为我们的盼望是从你而来。亲爱的主，你是说话的主，相信你有许多的话，求主让我们的灵魂苏醒，有可听的耳朵，帮助我们能够感受到你对我们深深的爱，满满的爱，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悟性，能够明白你话语当中的奥秘，不错过你对我说过的每一句话，并被你的话语建造、引导，而进入你所应许的命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让我们一同用诗歌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今天的诗歌敬拜是心灵粮诗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主宰，听着欢悦歌咏高声颂主圣恩。圣哉，圣哉，圣哉，恩慈永无更改，荣耀与赞美归善意真神。圣哉，圣哉，圣哉，天使千团来赴，各业火力尽管中风作主之前，千万天军天使渐渐崇拜上主，喜在今在，永在万万年。圣哉，圣哉，圣哉，主常在日里，真人言的在我真主为受荣光。耶和华为圣哉，赐予上主可比，全能之完备，他在天地中。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主宰，愿向地下海中万物颂主尊崇。
圣哉，圣哉，圣哉，恩赐由我更改，荣耀与赞美归三一真神。会众请站立，让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应，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门，阿门。会众请坐。今天的起应经文在诗篇130首，旧约658页。会众翻到之后，由我来起，您来应。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究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公祷，让我们同心合一，双手合十，来为这个世界祷告。为美洲国家美国，让基督教的信仰能够更深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够更深地认识基督信仰来祷告。我们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二教区教会祷告，圣保罗堂王光裕传道，我们为教会的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的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祷告。我们也为台湾的行政首长及各级的官员祷告，求上帝赐福给他们，赐予他们智慧聪明，赐给这些执政掌权者，赐福给台湾的人民。我们也为全台湾的儿童及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来祷告。我们也为台湾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护人员、军警人员祷告，愿主赐给他们平安，工作顺利。让我们用主祷文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圣道理，今天的经课有2个出处：以赛亚书12章1至6节，罗马书5章1至11节。以赛亚书12章1至6节。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看哪，上帝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西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第2处的经课在罗马书5章1至11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上帝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不但是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应借着上帝儿子的死得以上帝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以上帝和好，也就借着他以上帝为乐。今天正道的经文在马可福音11章11至26节，在新约51页。马可福音11章11至26节。耶稣进了耶路撒冷，进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天色已晚，就和12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第2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
赶出圣殿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并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希奇他的教训。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了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上帝。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了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以上是上帝的圣训。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由新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传讲神的话语。证道的主题为：早餐没吃就闹脾气。弟兄姐妹平安。人设呢是大陆目前比较新的一个用语啊，指的是人物设定，比如说像是一个外表、个性、行事风格等等。人设呢比较像是一种印象管理，好，在台湾叫做网红。那网红就会不断的在网络上发出自己比如说他去跑慈善活动的一些图片，就算你再不关心，你也会在你的潜意识里面留下这一个人有关于他和慈善性的一些相关活动的一些印象。所以网红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让大众更好的记住自己，留下好的印象。普通人呢？普通人同样也会有意无意的打造自己的人设，比如说像是爱家好丈夫啦、公益大使啦、阳光青年啦等等。人们比较愿意展现他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片段、情绪、喜好，而且希望这样的方式能够在社交活动时提高自己在他人心目当中的一些形象，可以得到更多的认可和赞扬。那耶稣呢？大家想想看，你觉得耶稣的人设是什么？会不会是良善的？是有爱心的？是很接地气的？是会行神迹的？是会教导的？是和平之子等等？可是当耶稣在一棵无花果树下，以为他可以找到什么果子，后来耶稣发现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果子的果树，于是耶稣就对这棵树说：从今以后永远没有人吃你的果子。哇，不会吧？果树没有果子，耶稣你就咒诅这一棵无花果树，实在是令人感到吃惊。耶稣，你自己以前不是教导门徒说要爱仇敌，不要论断人，要饶恕人70个7次吗？神也要我们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不是吗？那现在果树没有果子，这样也有事。果树没有果子，耶稣你就咒诅了这一棵树。耶稣的行为和原本耶稣的形象有了非常大的一个反差，实在是人设崩坏。
弟兄姐妹们，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难道耶稣你没有早餐可以吃，你就发脾气了吗？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段经文被认为是圣经里面难解的经文之一。首先，耶稣竟然会这一个咒诅一棵无花果树，这似乎不符合耶稣的形象和他一贯的风格。特别是马可福音还告诉我们说，当时候并不是无花果树收成的时期。那耶稣你怎么会这样的不讲道理呢？其次，在这段经文当中，当门徒发现被咒诅的无花果树只隔了1天，无花果树就枯干了，门徒们是很惊讶的，就问耶稣说：“怎么会这样子呢？”可是耶稣却答非所问，文不对题。耶稣马上就提到了有关于祷告这一件事情。耶稣怎么会这样牛头不对马嘴的说话呢？难道耶稣你恍神了吗？还是因为你血糖太低没吃早餐？还是耶稣心不在焉？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一、抽丝剥茧。亲爱的，今天的主题经文和经文之间好像都是断开来的啊，上下文之间好像没有一个连贯，所以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明白经文和经文之间的关系。我要邀请所有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包括在大堂的弟兄姐妹，打开你的圣经，试试看啊。今天会花一些时间，我们需要请你一边看着你手上的圣经，一边来思想神的话语啊。马可福音11章11到26节，我们试着把你的圣经打开来试试看啊。长辈们用听的就可以了。好，你先看11章11节。请问耶稣到了什么地方呢？好，进到哪里呢？好，我们看12到14节啊，很感谢你们，这有人可以跟我互动啊。好，12到14节谈到了耶稣在无花果树底下找不到果子，是吗？好，你看15节，耶稣和门徒来到什么地方？15节啊，哪里？耶路撒冷。好，他们进入哪里？好，我们再看20到26节，很好。彼得对耶稣说：“老师，你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都已经枯干了啊。”那耶稣却回答是有关于信心祷告和饶恕的事情。好，我们再看27到33节。27、33节，耶稣和门徒们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圣殿行走的时候，祭司长、文士、长老他们一起来这个追究耶稣，他们要来责问耶稣：你从哪里有洁净圣殿的权柄呢？亲爱的，这就是整段经文的主要段落，也是我们今天需要抽丝剥茧来思想的方法。请问大家，你看出来了吗？你觉得想想看啊，这几个段落有没有关联呢？有的哦，有哦。好，那是和什么有关呢？想想看啊，我们没有考试啊，没有分数的啊，想想看，包括线上的弟兄姐妹，想想看，这几个段落都是和洁净圣殿有关，所以这是重点中的重点。而夹在经文这个中间的这些经文呢，那你就必须要和圣殿有关的事情来解释。换句话说，耶稣对门徒的教导都要和圣殿的事情来理解。我们不能将耶稣的教导你把它单独抽出来，不能这样子。如果你单独的把耶稣的教导抽出来看，你就一定会发生断章取义的错误。所以这就是这些年来我常常在每一个教会和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鼓励大家，当我们要明白一段经文，请你一定要先注意看上文下文，也就是上下文。4福音书当中的这种夹层式的这种编辑方法，
出现在很多地方。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主题经文，比较是典型的就算是很典型的一个加成式的经文。耶稣会咒诅一棵无花果树，实在是不像他平常的一贯为人和作风。首先，我们来思想第一个问题：在还没有到无花果树成熟的时期，为什么耶稣你还要在树上找果子呢？那想也知道啊，任何人都不会找到啊。除了5月、6月，你可以在枋山乡看到爱文芒果，你其他月份都看不到的，是吧？除了7月、8月，你可以在玉井乡、台南玉井乡看到爱文芒果，其他月份你也看不到，是吧？所以这样看起来，耶稣你好像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对吧？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你要咒诅那一棵无花果树呢？耶稣说，从今以后永远没有人会吃你的果子了。到了第2天早晨的时候，门徒们从那里经过，他们一看，哇，无花果树连树根都枯干了。门徒们是很惊讶的。所以耶稣不仅看起来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还是一个很容易这个 EQ 不好吗？叫做 EQ 吗？就是还是一个很容易有情绪的人，是一个容易发怒的人。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子吗？2，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亲爱的，在迦南地区的无花果树，总共会收成2次。第一次是在6月，还有一次收成是在8月到9月。那6月收的无花果树的果实叫做冬果，因为这些生长果子的树枝是经过了冬天的，所以这个果子呢叫做冬果。到了8月、9月，这个果子叫做夏果啊。无花果树的特点啊，就是这一个它在12月份的时候就一点都看不到叶子，树枝上面啊就是光秃秃的。可是呢，从12月到3月，无花果树它就开始慢慢的就会长出嫩叶，长出叶子来啊。然后在同一个时期，它会长一种很小很小的小果子。如果快要到春天的时候，在这个无花果树上连一颗小果子都没有的话，那代表什么呢？那代表说啊，这一棵无花果树在今年6月就不会结任何果子了。所以马可福音所记载的这一棵花果树，只有叶子，会让人家以为说，这棵无花果树非常的繁茂，应该会有丰收的果实。但事实上，这一棵树是只有面子，没有李子。6月份的无花果树的果实是没有指望了。也许啊，你会说啊，你会想说，牧师，就算是这样，那耶稣干嘛要去咒诅人家这一棵无花果树呢？亲爱的，耶稣为什么去咒诅这一棵无花果树？因为耶稣说，那一棵树是里外完全都不一致，而且这个你让人家有一种错觉，以为外面有这么多的叶子就一定会有果子。亲爱的，耶稣的教导是要门徒们睁大眼睛，要看清楚你们犹太人自己的历史，要门徒们看一看耶路撒冷，要门徒们看一看圣殿。因为犹太人一直都是给人家一种错觉，以为神是与你们同在的，但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样。所以亲爱的，耶稣只是把握机会，借这一棵无花果树的神迹作为一个象征性的预兆啊。这比如说像什么呢？在旧约里面非常多啊，比如说像以前神吩咐先知以西结将耶路撒冷城它画在一个砖头上面，然后呢又拿一个铁凿放在自己和所画的这个耶路撒冷城的中间。
先知以西结他所做这个象征性的动作，和耶稣现在的行动是一模一样的意思。对于有信心和属灵见识的人，他们会知道预兆的意义，而预兆当然也会让有怀疑的人以及不信的人产生疑惑和混淆。另外，这个以前旧约常常将无花果树比喻成为不忠和神的审判。我们同声虽然在线上也是一样，你可以同声读读看。我们同声来读，请。我必使这些树变为荒林，为田野的走兽所吃。好，再来，葡萄树。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约珥书1章12节。是，还有很多的经文，不只是只有这2处，也就是神让我们知道，无花果树和葡萄树都是代表着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这个以色列民族。亲爱的，一棵果树，它的任务、它的使命，最重要的就是长出甜美的果实，那你才有存在的价值，不是吗？路加福音13章6到9节，耶稣说了一个比喻，有一个人他在自己他是园主，他在他自己的葡萄园里面栽种了一棵无花果树，经过了3年的时间，这棵无花果树依旧没有长出任何果实来，所以园主他就跟这个园丁说：“你去将这棵果树给砍掉。”另外，在约翰福音15章1到3节，耶稣也用葡萄树和枝子做比喻就是耶稣说，没有结果子的葡萄枝子要剪下来，然后收集起来之后拿去怎么样？烧掉了。这一些比喻都是在说明一件事情：没有结果子或者是不会结果子的果树，都是不被主人所接受的。现在这一棵无花果树虽然长满了树叶，外表看起来好茂盛，可是它长不出任何一颗果实，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棵树是没有存在的任何价值，它就是只有一个虚有其表的美丽的外表而已。所以，之所以会这样的结果，那是因为这一棵无花果树它怎么了？它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才会这样子。在新约时代的圣殿，是以色列人他们从这个巴比伦返乡之后重建家园，那个时候一起重建起来的。到了新约的时代，就是耶稣的时代，在当时候的统治者大希律王，他他核发这个政府的公费，他花了许多的钱给予以色列人扩建圣殿，所以那就一定比当年所罗门王所建的圣殿范围更大、更宽，这个更漂亮。而且马可福音是怎么说的呢？就是门徒们跟这一个耶稣，他们进了耶路撒冷，他们去圣殿，在圣殿的外面，他们就很惊讶，就是很赞美他们觉得真是漂亮。门徒跟耶稣说：“老师，你看，这是多么大的石头，多么宏伟的建筑啊！”他们在称赞这个圣殿他们在称赞圣殿，他们跟耶稣这样说。然后呢，还有一处经文。路加福音是21章，他们怎么说圣殿的？就是圣殿，作者路加说圣殿是用精美的石头和还愿的礼物装饰成的。谁还愿？民脂民膏，是以色列百姓所奉献上的金钱，这些贵重的这些财物，包括牛羊等等。所以这些都是百姓们献给神，然后呢，用了最好的师傅、顶级的石头、最精美的石头，
这个装饰，圣经用装饰这两个字，圣经不是用建造这两个字哦，你注意看，圣经用的是装饰，神并没有认可这件事情，因为是人想要用自己的想法去装饰神的殿，不是神说你们来建造我的殿。好，所以我们看得到这样美丽、这样精致的圣殿，里面都是满了一群充满谎言和虚假的宗教徒、买卖的人以及管理圣殿的人。约翰福音用的更难听，约翰福音用的是市场这个词，意思就是你们把圣殿当作这个商场，你们在圣殿里面做买卖，你们欺骗老百姓的钱。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里面，耶稣非常清楚、严厉的责备这一群人。耶稣说：“我的圣殿要作为万民祷告的殿，你们却把它变成了贼窝。”耶稣是严厉的责备。亲爱的，这样的信仰是什么？是只有金钱的虚假外表，却没有金钱的实质，而圣殿也不过就只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建筑物，里面却完全是空洞不实，也就是所谓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跟那一棵有茂盛树叶的无花果树是一模一样，是完全相同的情况。所以耶稣以这一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来表达，你们这些一点都不知道悔改的以色列人，你们常常杀害先知，你们败坏了圣殿，甚至最后你们要将神的儿子也要杀了。这一棵无花果树被咒诅后的枯干，也预表了再过不多久，那即将要临到耶路撒冷真的审判就要来了。在主后70年，罗马提多将军他就真的率军攻陷了耶路撒冷，也将圣殿完全的焚烧毁坏，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从此，犹太人他们被迫流亡在世界各地。3，有名无实，世俗化，虚有其表，空洞化。我们同声来读这一节经文，请。当使徒保罗对教会，当代那时候的教会指出了世界的末了会有种种的苦难的情况的时候，那他特别也提到了一件事情，也就是人带来的问题。保罗指出那一些在信仰的群体当中有很多名不符实的人，这些人的特征，而这些人他们总是在生活当中总是在利己损人，虽然他们看起来好像有敬虔的外貌，却违背了敬虔的实意。他们常常是披着穿着宗教的外衣，迷惑了人。这些人在信仰上面是空洞的。面对这一种人的存在，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你要小心，你要躲避他们，避免让你的教会，他告诉提摩太，不要让你的教会在信仰团体当中，不要让这一些人他们制造麻烦和混乱。亲爱的，在今天的教会当中，依然存在这一类名不符实的人。许多的人说自己是基督徒，他虽然常常参加礼拜，但他从来不追求生命的成长。长时间下来，这一些人的生命就越来越像保罗所形容的，他们是披着宗教的外衣，却拒绝了信仰的实质。这一群人，这些人，他们来到了教会里面，却没有让主来对付、来修剪他们的老生命，也不愿意这一个背起十字架，不愿意付代价跟随耶稣。这一种不成熟的生命，就一定会在教会带来灾难，就一定会在教会当中制造很多的问题，会让教会面临亏损和伤害。
我们的神是怎么说的呢？神是这样责备我们的，请。耶稣他还好几次斥责法利赛人空有一个虚假的外貌啊。这段经文我想我们也很熟悉，我们就很快的看一下。也就是耶稣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骨头，一切的污秽。你们在人的面前好像很公义敬虔，你们的里面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亲爱的，我们要很谨慎，要常常检视我们自己的信仰光景，不要让我们的生命成了一个名不符实的人。盼望我们离开有名无实、虚有其表的这个生命，而成为名副其实、里外一致的门徒。也因着你跟我的生命，我们带出更多的见证，使教会发光，进而荣耀神。亲爱的，想想看。我的信仰是表里如一，还是虚有其表呢？我是一个有名有实的门徒吗？真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真实的信仰生命，成为一个爱神、爱人、活出生命见证的人。4，怎么会答非所问呢？耶稣咒诅代表以色列的无花果树，我们刚才已经花了一些时间来思想，我们了解了。可是当彼得问耶稣说：“老师，请看，这棵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那为什么耶稣会答非所问？”耶稣是直接，你看你的圣经，耶稣是直接跳到了什么事情？祷告这件事情，耶稣直接教导门徒们信心祷告的功课，看起来是文不对题，是很奇怪的，是吗？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根据上面的经文来理解，我们就比较能够了解耶稣的用意了。亲爱的，我们要用这个从圣殿的角度来看这一段22到26节的经文，因为上百年来、上千年来，以色列百姓他们的观念是认为，在圣殿的祷告一定蒙神应允。好，可是耶稣说，祷告蒙应允的条件是我们对神的什么？对神的信心，而不是你要在哪一个地点，或者你要采用哪一种信仰的礼仪，不是。当然，这种信心我们也要说，我们承认这样的信心的基础是一个正确的生命和跟神之间是有关系的。那么对于像那些无花果树的以色列宗教领袖，只有叶子没有果子，他们带给人虚假的盼望，而真实的祷告呢，是出于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的单纯信心，而不是那种虚有其表的宗教行为。犹太人的这个宗教生活，圣殿如果被毁了，那他们用什么来代替？耶稣的教导是：你们要对我有信心，圣殿无法做到的事情，我可以做到。我能够使迷途的人知罪悔改，我能够使人找到正确的生命之道，我能够使忧伤难过的人得到安慰和缠果，我能够使受压迫被辖制的人得到释放，我能够使公义得到伸张。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刚刚才跳过了一次，现在又要跳第2次。耶稣刚刚讲到信心和祷告，现在你看，耶稣他马上又讲到一件什么事情？饶恕这件事情。亲爱的，想想看，想想我们自己，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比较愿意原谅别人的人吗？有一句台语是这样说的，就是好像是叫做“万叹你一世人”啊。是啊，饶恕真的很难，饶恕的难度一点也不亚于时候还没到你就要收果子，或者是要你将高雄寿山
投入到高雄港的外海当中，那怎么可能？太难了，饶恕。当有人得罪我的时候，伤害我的时候，而我要去结出饶恕的果子，那真是太难了，怎么可能？是靠你，靠我的肉体，没有人做得到。同样的，如果要你去爱人，如果对方很可爱啊，这个现在叫做软白甜吗？啊，高大富啊，如果高大富、软白甜这种人在你眼前，大概你要爱他，大概比较容易一点。如果对方是不可爱的人，你怎么爱得下去呢？可是耶稣却要求我们大家，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耶稣劝勉我们，你们要把像那山一样大的仇恨丢到海里去吧。亲爱的，耶稣借着一棵无花果树，为要教导神的儿女学习信心的功课。主向你要果子的时间点，可能不是你最佳的时间，可能不是你最佳的状态，也可能不是你个人收果子的季节，这些都是。但是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不是因为你现在所处的环境跟你的自我感觉都不是。我们不能让这一切去影响我们的生命和行动，而是让我们透过信心去改变那一个负面的感觉和环境。好了，就算你现在也不圣洁，也不善良，也不忍耐，也不原谅人，你会搬弄是非，你有改不掉的口舌，这些老问题、老生命，但是你就是要，请我们大家常常做好准备，主任何时候来，你都要能够警醒地回应主的要求。亲爱的，主帮助我们，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相信神对我们的爱，也求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因着神的话语和应许而有信心，愿意攻克己身，叫神服我。主提醒我们要相信神，要心里不疑惑，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动摇，会疑惑。主要我们只要相信他所说的必要成就，因为凡是主所应许的，必给他成就。主体恤，他了解我们不能饶恕，所以特别强调，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祈求的时候，这一个像一座山那么大的拦阻，你可以靠着信心消除，因为你知道神的应许，他赦免了你，你就能够赦免，你就能够饶恕得罪你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圣灵，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在今天崇拜你的时候，谢谢你对我们的心来说话，真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生命的光景，让我们愿意被你对付，被你修剪。求你让我们成为有名有实的主的儿女，让我们真是实实在在、真真实实成为主的门徒，挪走一切虚假的外表，挪走一切虚假的谎言，让我们以真实的面貌来对待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以真实的生命来面向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生命。你知道我们是这样的软弱，我们常常是不足不够，我们有太多的问题，但你从来不看这一些，因为你是永恒的，你有你的时间，你有你的眼光，你有你的心意，你什么时候开口跟我们要果子，我们什么时候就必须交出果子。这是你至高无上的主权，帮助我们警醒小心，因为你什么时候来，我们什么时候就是要预备好，我们可以来面对你，帮助我们，洁净我们，训练我们，熬炼我们。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名有实、你所喜悦的儿女。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
原是不配，是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谢谢西牧师用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坚固我们、激励我们、造就我们。现在我们将今天的金句呢复诵2遍，请。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马可福音11章24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马可福音11章24节。回应奉献礼，会众现在请起立，我们用回应诗歌来赞美回应神对我们的爱。请大家翻到新灵粮诗选224首，充满我。是真理，光照恩为必指引，充满我，充满我，愿主圣灵充满我，将我倒空，将我剥夺，愿主圣灵充满我。真是生命，生命释放我，使我脱离罪里辖制，脱离失望的压迫。充满我，充满我，愿主圣灵充满我，将我将我剥夺，愿主圣灵充满我。我路滚路节目溪水，深夜生命解我渴，使我尝到丰满滋味，活出活水的江河。充满我，充满我，愿主圣灵充满我，将我倒空，将我剥夺，愿主圣灵充满我，愿我自己被指示的，使我充满主圣灵，愿我全能归主管理，使我变成主荣幸。充满我，充满我，愿主圣灵充满我，将我倒空，将我剥夺，愿主圣灵充满我。让我们双手合十来祷告，也请让我们预备心，恭敬以金钱奉献来表达上帝的感恩。结束之后，将您的奉献放置在门外接待室的奉献箱。亲爱的阿爸父，谢谢你创造我、救赎我，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在你丰富的供应中，我们福杯满溢，帮助我们常常数算你所给我们的恩典。亲爱的主，
谢谢你在这个疫情的期间，让我们时时感受到你的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论在哪里，你都与我们在一起。亲爱主，我们也愿意把我们自己的心意奉献给你，求你悦纳，也求你常常祝福孩子有一颗感恩的心，常常来做你所喜悦的事情。求恩祷告，奉主圣名，阿们。请坐。请站立，回应奉献。凡我向主所唱，都是主施的恩。凡我所有，都属于主，是主托付仆人。阿门。请坐。现在是问安差遣礼，我们为了大家的健康呢，彼此的问安，拱手不握手。让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路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历练，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那我们来报告教会的消息。今天为复活期第6主日，欢迎在实体及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给您。我们教会依照卫福部的2级防疫标准，会众如果您到教会呢，请依循教会。本周为卫斯理交换讲台，对不起，感谢台语堂的志坚牧师、国语堂的新牧师教区长前来本堂证道，伟文牧师及师母到高雄卫理堂2堂讲道。我们也为牧者的往返平安来祷告。因为疫情的影响，教会周4祷告会呢，全部都改成线上的举行。我们教会的小组及成人主日学的活动呢，就由小组自己决定是否改为线上，或是维持实体。主日崇拜台语堂、国语堂以线上直播崇拜为主体，但仍能办开放实体，请弟兄姐妹尽量以线上崇拜为主。若参与实体崇拜，请保持社交距离，座位就坐。这个实施的时间是在5月22号到6月27号。至于是否之后再要延续呢？再到时候看这疫情的状况，进行观察。也请教会为了防疫措施进行祷告。因为线上直播呢，崇拜主体，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如有奉献或感动特定或11奉献的话，
请您利用周间呢交到办公室或做转账，或者您也可以利用信用卡来做奉献。当你们到做转账的时候，请你们奉献的时候记得填写你们的名字，这样以利于会计部的作业。本堂教育部的洪林执事呢，他将要推动各项的圣经由衷讲座及圣经的测验，来协助弟兄姐妹们灵性的成长。请弟兄姐妹们踊跃的报名参加。接待室上面有报名表，欢迎报名参加讲座或参与测验。制服艺人学院因为疫情的影响呢，暂时停课到5月31号。6月份之后，我们再观察疫情的状况，再考虑是否复课。请大家为活动的顺利来祷告。卫理神学研究院呢，新学期的一个课程神学导论呢，也请关心神学教育，并为本堂延伸的神学教育来祷告。我们教会在2022年呢，有推动的哀读经计划，也请大家参照研经意义进度来阅读。本周是在列王记上22章10节到列王记下4至26节，请会有灵修的生命呢，常常参阅，常常阅读，增长我们的灵性生命。也请大家为大家会有能够踊跃的阅读来代祷。我们的孩子们要升大学了，高中呢，他们来祷告，因为近期疫情的关系有很多的波动，请为这些孩子们关心祷告。大学部的有正优、瑞恒、博仁，高中部的有寻生。我们本堂呢，为了的新聘干事这件事情，请大家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求神能够预备合适的人选来接任干事这一职。如果有意愿的人，也请备妥履历表交到办公室，牧师会约时间面谈。我们也为我们2022年教会聚会的人数增长到210人来祷告，求上帝加添得救的人。肢体消息，最近呢，因为要施打第3剂及第4剂，请大家为施打第3剂、第4剂的会友们，还有5到10岁的儿童们，他们要施打莫德纳，在施打的过程当中，心中有平安；施打过后，身体有良好的抵抗力来祷告。我们也为教会身体比较不适的弟兄姐妹们来祷告，周雄身体的治疗，美满头痛检查，林华、瑞玲脚伤的复原，属云还有燕英的妈妈雅文姐妹，还有陶英兰，还有艾琳姐妹术后的复原，还有有意的太太黄秋，还有淑英的妈妈丸子姐妹，还有孙妈妈，就是我们孙淑华师母的妈妈，身体的疗养，还有诗文弟兄他的听力，还有在这段时间呢，长者们在季节的交替过程当中，请大家也为他们的健康来做代祷。还有，请大家为马来西亚慕道友呢邱继忠弟兄，他来台湾做质子治疗，希望他能够在台湾能够得到完全的康复，也为这件事情来代祷。会众请站立，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举手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请让我们一起来领受天父上帝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和我们所亲爱的家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阿门颂。
请坐。有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你来前面，牧师为你祷告。若你是在家里头，你心中有忧伤，也欢迎你跟牧师联系，我们也会为你祷告。祝福你们在这个疫情期间，让我们手牵手，一起在主的爱中度过这个艰困的时间。过去，感谢主。